自我2025年4月初六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警醒。圣经做伙来听读，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。有一遍，一寡法利赛派的人问耶稣：上帝国什么时会来临？耶稣应讲：上帝国的来临，毋是人看会出来，嘛无人会当讲：你看伫遐，也是讲你看伫遮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中间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：日子得要到，恁想要看人子来临的日子，连一日嘛看袂到。有人会甲恁讲：你看伫遐，也是讲你看伫遮，毋通出去，嘛毋通缀引去。是若对天即边是，照到天迄边，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。不过，伊一定会承受真侪苦难，搁互即世代的人拒绝。人子来临的日子会甲挪亚的时共款。迄时，人照常啉食过带，一直到挪亚入去大船迄日，大水到，甲因拢消灭。迄日嘛甲罗得的日子共款，人照常啉食、买卖、种作、起厝。毋过，罗得对索多玛出去迄日，对天有落火甲硫磺，甲因拢消灭。人子显现的日嘛会亲像安尼。迄日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件，伫园里的嘛毋通倒转去。着会记得罗得下某所拄着的代志。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所有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我甲恁讲，伫迄暗有两个人困共一顶眠床，一个会受带去，另外一个会留地。有两个妇人做伙伫话石磨，一个受带去，一个留地。有两个人伫园里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留地。门徒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会伫倒位发生？耶稣甲因讲：尸体伫倒位，秃头鹰拢会牵我去遐。警醒！2024年1月初2要暗仔，一台日本航空516号班机伫得要降落的时，伫跑道顶面甲海上保安厅军机相挨起火，日航飞机顶379人全数逃出，海上保安厅军机顶面6个人简单机长逃出，其他5个人不幸罹难。经历长时间调查了后，日本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调查的报告。这场意外是因为海上保安厅军机的机长、副机长听毋到指令所引起。事故发生了后，日航成功的危机处理也引发关注。日航的标准作业程序和机组人员训练非常严格，迄是因为伫40年前，1985年8月12日有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事故，互日航看重注重安全的重要性。2005年，日航还伫公司总部设一个展示区，展示部分飞机残骸，
甲基督员和乘客的故事，互新政员工对伫飞安事故有所认捌，佮对应做好的准备和训练有所警醒。面对每台班机顶面数百人的性命安全，航空公司警醒做好准备。若安尼，咱有警醒伫为着家己的性命做好准备无？法利赛人问耶稣：上帝国什么时会来临？检测这也是咱的疑问。耶稣回答：上帝国就伫恁的心内。以马内利的神就伫法利赛人面前，因有目睭却看袂到。若袂当明白这一点，要安怎准备呢？上帝国是愿意相信的人，拢通察觉的。若要迎接上帝国的来临，就必须警醒，听候人子来临的日子。耶稣讲，迄个日子来到，要亲像示拿欢扫天际，是汹汹就来，就好亲像挪亚和罗得的时代。遐个无甲上帝话语藏踮伫心内，拢无警醒的人，要照常啉食过带。当灾难汹汹来到，因就灭亡。耶稣讲，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所有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伫遮所指的是啉食过带，要卖顶世间的事物。当迄个日子来到，人想要转去厝里摕值钱的物件，也是亲像罗得的某看念世间的一切，还是留踮厝里做工，也是困，反正会互家己丧失性命。若是警醒的人，因是带着新方向在生活，因观看、察觉，听候迄个日子来到。过去2000多年来，耶稣的话摆伫人的眼前，到呾还在向咱发声。爱咱对即将来临的日子有所了解，提醒咱警醒做好准备。伫末后的世代，咱必须操练属灵的性命，去看见上界重要的代志。因着警醒准备，就当伫急难的时有智慧做出判断，无受假消息影响，防甲偏仔牵得行。互咱甲上帝的国藏踮心里，诚做咱面对灾难变化上稳定的根基。默想，为着迎接上帝国临到的日，对现在起，我要安怎准备家己？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我着安怎保持警醒？为了迎接上帝国临到的日，对现在起，我要安怎准备家己？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我着安怎保持警醒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愿你互我察觉上帝国就伫我的心内，帮助我带着仰望的眼光听候，仰慕你，伫生活中实践你的话语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